地藏菩薩因緣解脫千座行，稽首本賢淨心地，無盡佛藏大慈尊。南方世界湧香雲，香雨花雲及花雨，寶雨寶雲無數種，圍牆圍垂遍莊嚴。天人問佛是何因？佛言地藏菩薩智。三世如來同讚歎，十方菩薩共皈依。我今宿直善因緣，稱揚地藏真功德。慈恩積善誓救眾生，手中金石震開地獄之門。掌上明珠光攝大千世界，智慧音侶吉祥雲中，為閻浮提苦眾生作大證明功德主。大悲大願大聖大慈，本尊地藏菩薩摩訶薩。南無地藏菩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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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無地藏菩薩。地藏菩薩妙難論，華嚴金融處處分。三途六道聞妙法，四身十雷蒙慈恩。明珠照徹天堂路，金石震開地獄門。雷劫因親蒙接引，九蓮台伴禮慈尊。南無九華山幽冥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薩。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，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。願消三障諸煩惱，願得智慧真明了。普願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薩道。願世界和平，眾生和樂安康。願佛法久住，利益人天。南無地藏菩薩。經證：地藏菩薩本願經，見聞利益品第12。每日念菩薩名千遍，至於千日，是人當得菩薩顯所在土地鬼神，終身維護。現世衣食豐溢，無諸疾苦，乃至橫事不入其門，何況及身？是人不竟得菩薩摩頂授記。